咱们说压制，然后还有来到上面的比如吼，咱感觉咱的心拢会较安全。因为咱的咱在咱安全性应该上，咱今仔日手的手的系统，咱礼拜天咱要来。但是手是193手，上所属换话法。咱今仔日迄个礼拜是真有时咧讲到文理宣教，文理的宣教。本来文理是安怎看，放开的，就刚咱即摆有真侪人只个拢写是写是写册，还是纸本，但是该去读。这早上咱内底是啥？所以咱用读的方式，今仔日头一首就是上帝所是话话，这个话就是圣经。伫提摩太书后书第3章10吼，提摩太后书第3章10里面有讲到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经。由你哋教师多节传规正，传学道理，学世上嘅人听拢做好事吼。所以圣经里面，但是你就讲去抄的，因为大家都有心内底吼。所以今日咱看这首唱诗，就是去甲咱讲上帝所说的话圣经有记载，个人捌处。人在做温底支持吼，咱来听一下，但是圣经拢真实吼。
上帝话、话命话出来，咱到因话，所以圣经就是要咱出到咱因话面前嘛。下面咱来唱一条唱诗嘛，第十首，咱有对主唱歌，这条是一条真快乐一条信息。就讲着咱有对主唱歌，快乐的时代，快乐的时代，咱相信，咱有这个人生话，伊也是一件快乐的时代。所以咱对上帝面前，咱来好好地，咱有有心快乐的心。所以这条信息特别的，已经提升嘛。这条信息是大陆语的，这个中信是大陆语啊，所以靠这个大陆语的方面比较好。所以咱唱就会使身体稍微动一下稍微动一下，因为拍子这平常咱听有关系。咱是都会所听，文字
有缘做礼拜是爱挂这个啊。咱安静放心来敬拜上帝，那走吧。因为上主对话应该是极大的落落，伊伫正新年的顶面应该是定义。三个历史俄罗上，信息杂首。
高天。因为无通指责，即款的人真有福气，听看上主的教示。少年人就安怎互生活顺结？上主啊，我要专心找求你。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，与你开我的目睭，我的心悲伤到要出。与你互我无命无假无路，与你互我无意爱无假。你患难中，我得到安慰。我受管教，对我有力量。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，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你的话一个解释就发出光。你的公义带到永远，当心来祷告。台湾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大声呼罗你，因为你是世间一切道德、智慧、真理、甲救恩为的源头。我伫你的内面追求万事，也对忏悔中间来挖苦你。因为我的骄傲甲无知，我过去活伫黑暗中间。接着福音，大家永远显明你的怜悯。接着耶稣基督的死，使阮有这个确。你帮助阮一世人的路途中间，敢毋接着悔改，领受你的怜悯，领阮出黑暗光明。阮当自己用欢喜佮感谢的心，纪念主你为阮所做的一切。我也深深希望爱来到你的面前，亲近你，听你的话，记住你的启示。主啊，这时我要拍开阮的心门，对你来坦白忏悔。阮真清楚，阮家己是犯罪人，会肯定徛你的面前。感谢你差遣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担当阮罪过受刑死。我通过耶稣基督的国话，查做阮拯救甲阮的盼望。愿我靠耶稣基督救阮，确信你已经赦免阮的罪。欢喜接纳阮遮的软弱有限，我时常因为你旨意。我们世间人告别，你是阮生命掌管的，阮欢喜决志，完全要受你。这个价值温暖的时代，阮看到人为的贪心甲自私，敢若顾家己的利益，无关心别人，无用智慧来管理所交托阮的世界。已经互这个社会面临真大的悲惨甲破坏，伊拢有做恶败坏，甲无王的代志做到发生。我俩时常接着你的名，乱用圣经的真理来掠家己做义，有时阵也挑工覆改圣经的话，来争取家己无愿意受管教的罪。阮实在真无辜。明明知影家己是我靠恩典来得到，总是犹原想要靠家己的因为来得到你的接纳。你到有时阵，阮会掠家己做惯，看轻别人，有时还冷淡自私，浪费你的意思。有主怜悯教示阮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也欢喜照你的话来行。我按家己来听说，互你的恩典甲你的怜悯，无为难行。应是总会所定文字传道同的主日，由主祝福所有参与的文字传道负担的同工，我因有属灵的智慧甲生命，通来引传这个世代人，通过文字的时间，互全个人明白主理，来希望伊来你的道路。
主啊，阮若是毋捌你来信你，阮的心就是空空；阮若是毋捌你来听你，阮的听就是无底。求主怜悯，互阮所操碎的，毋是犹太人所要求要判的生业，也毋是以利人所操碎的意为，互互阮看见是上帝是一个求主互阮听着你的话，教示阮安怎用生命来读经。圣经的信息，毋单单是一款的知识，阮逐人真正用生命来体会圣经的话，有一日会读经，成做一种生命的反省。有圣经的真理充满阮的灵魂，进入阮的心内，成做阮日常的生活，更新阮生命。阮的教会即时有侪会友，日日抄写圣经，求主你特别祝福这个时间，互阮伫抄写你的话中间。特别感动甲学习，通过伊的话来恢复阮内面的灵性，吸引阮的心来回应你。阮的灵修生活无过是一种负担，阮真心听主，亲像囡仔共款，用单纯的心来学习圣经的真理。伫一切属灵的智慧顶面，满心知影上帝的旨意，阮所行也是主凡事为你欢喜，各项的好处顶面结果子。甲上帝哪久哪进步，你的内面通是愿意记录。感谢主愿意听阮的祈祷，互阮接着每一摆深深的祈祷，甲你建立更较亲密的关系。接着阮的祈祷，来对你的信心来改变阮家己，来改变这个世界。阮深深摆咧以上的祈祷，求出接纳，这是阮的要用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，当写灵果。
咱做伙来共同上帝的话。你在咧使徒行传第8章第29、26节到40节，家己圣经汉语本第144页。使徒行传第8章第26节到40节，家己圣经汉语本144页。和本修订版在新约第192页。26节，主的天使对腓利古起来，对人示去，到对耶路撒冷落去加撒的路，遐就是旷野，就起来去。拄着有一个埃及俄别人，是埃及俄别女王，担大旗有权太监，总管伊有文库。伊已经到耶路撒冷敬拜，倒转来，就车里。伊读先知以赛亚册，信心甲腓利古进前去，问我迄张车，腓利行去就问伊，听起伊伫读先知以赛亚册，就讲伊所读的，你会明白吗？伊讲，无人指示我，爱好的请回就请，三较侪。所读的圣经就是这段，伊无人看，亲像牛到树台的所在，伊无开喙，亲像牛仔对尖问的无出声。伊比伊的时，受无公义的审判，伊的世界一随咧传输，因为伊的活命对地上受刮去。太监应腓利古，请问。先知讲这个话是指啥物人？是指本身是别人吗？伊一开喙对这个圣经起，耶稣传互伊。行路的时，到有水的位，太监讲：你看，遮有水，我受洗礼，啥物阻碍？就安赴车，为你甲太监两人落水，为你就甲伊行洗礼，对水里上来时，主的神带过去，太监无搁看见伊，因为做伊上路也真欢喜。后来过伫阿索多，互人拄着，就骗行遮的城通互伊到该撒利亚。当初请曾淑芬牧师讲过题目是文字宣告甲我。平安，我哋总会赛事，迄个时阵是做主干事，办足侪活动，足侪研讨会，亲像我暑假70周年的庆典，大家鼓励，迄个时阵差不多有2500人参加。即摆的舞台会、国际会议，伫咱圣经行业来调解，10个国家的舞台表，差不多140个人来参加。有即久真济一款的关怀研讨会，我家己感觉真满意。我是讲是有淡薄的骄傲啦。但是除了这个事工以外呢，嘛有研究宣传室，有翻译甲普鲁有关的事。我要结束伫这个单位的学习，要选到另外一个单位做学习时，我就开始建议，当伊8年中间，我会当留落来。讲说一个税资料的是有偌济，咱整理时，我个人敢有一个足深的感受，就是迄个文字的重要性。因为只有文字，还是透过杂志、透过册，才会当古人来保存落来。册中以后的人会当继续透过册还是杂志，也来了解这个历史。所以讲文字伊有会当保存伊研究性、记载历史的这个过程、事实甲责任。迄个是总会所认为传道的奉献之一。安怎来思考文字传道的使命甲伊的重要性？今仔题目是就讲文字宣告甲我，咱这个题目咱拄仔读的圣经原来意思有甚物款的关联？咱知影讲这个埃及阿
着会太监咧读册的时，圣神也规讲你着挖土伊啦，所以规就问即个阿弟太监讲，啊你所读的你有明白无？伊讲啊，都无人甲我讲，无人甲我指示，啊我哪会明白？所以我是讲，伊两个三对，若毋是照着以赛亚先知的册，真做太监，真做因两个加出点的时，即个规律要安怎样用太监来服伊？咱想讲，即个太监接受着规个解说了，讲啊，才有对无讲来适应。咱讲后来即个阿伯太监将福音带到伊即个所在，伊个国家做以索比亚。所以以索比亚即马就讲，咱讲做基督的国基督复国啦。咱知影讲，今仔日的以索比亚的基督徒的比例是62.8%，伊只有传统的宗教信仰内底只有占2.6%，然后呢，即个回教有13.9%，咱看做讲正好有62.8%的即个国家就是信仰松。总是即马我要来讲，就是像咱即个回教伫以索比亚占33.9%，占哪大？是因为回教因为认为讲，这基督的古国，咱一定来拍破，咱要来破坏。所以咱看在伊的比例较难还，抑佫有实在是地顶的世界，以索比亚受着回教即款，咱讲不断的入侵，所以迄个影响。咱就是透过甲即个以索比亚太监阿伯迄个所在咧讲话中间，福音会当传到非洲，好给福音的传扬顶悬有偌大即款的重要性。即我要讲的是讲文理传教的历史的史实。福音甲太监因的三对是一个时间甲空间而交错的三对。时间是安怎讲呢？是对古约时代到新约时代。空间是安怎讲呢？就是对撒玛利亚还是以索比亚即个太监要了啥个回教伊个国家去。即个规上帝讲啊，你着爱靠即个加萨的路，但是即个加萨的路，圣经甲咱讲5甲分，甲咱讲的呢，伊就是一个已经荒废的，啊是照。即个规律讲，伊讲伊是一个旷野的所在，因两个伫旷野的所在三对，因伫同一个时间甲空间的中间，伫咧读700多年前的即个册，就是以赛亚书。太监伊看无一段经文的意思是啥物？迄个时阵，伊就请做一个解经者，将真理开条互太监听，伊就明白。马上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领，然后迄个所在的生命。这两日之外，圣经是上帝话，是40多人，经过40多人的手，差不多成千年来所写成的一本册。无共款的人，无共款的时代，却是这本册伊会当贯穿上帝伊的拯救甲计划。而且来担负着上帝国宣教历史的使命。咱讲亲像即个会议伊所变的太监来讲以赛亚书同款，每一个世代人嘛，咱有当透过圣经去明白真理。但是咱知影讲，圣经已经翻译做无共款的族群。咱大家即个咱讲保护圣经，伊讲19年威克里夫国际联会议统计，圣经已经互人翻译，成做3354种的语言。但是咱知影讲全世界的有7353种的语言，佫继续伫咧努力咧翻译圣经，希望全世界每一个种族都能当用家己的语来读圣经。这个圣经请做全世界翻译上济一册。这个故事真感动人。泰国宣教师，泰国翻译圣经。1800年时，宣教师将福音带到泰国的所在。咱知讲宣教师，伊一定是爱用伊的母语。
少的人，多信仰说，伊讲我可能无法度来做这样代志。如果我再甲你介绍阮泰国的一个大会秀，伊是泰国皇宫内底呢，逐工咧有着这个皇帝伫遐咧读经的人，伊对泰文的这个古文甲现代相当的研究，然后伊慢慢进行学习。所以呢，圣经讲，我就去做这个大会秀嘛。大会秀头仔开始伊就无咧接受，都是这泰国的王子，你甲伊讲，你就爱来翻译这本圣经。因为你知影讲西方的世界会安怎进步，就是因为这本圣经嘛。咱若泰国若咧进步，咱嘛就爱来了解这个圣经的内容是啥物。所以呢，这个大会秀，像王子就出面啊，伊就讲好，安尼我来试看卖。我有3个条件，头一个条件是讲，我若咧翻译的中间，圣经若有诽谤着迄个不够的，我就要停止，我就要翻译。第二呢，若是翻译到一半吼，我感觉我良心过袂过，安尼我就无要翻译。第三个条件是我翻译吼，我拢要甲你给钱，但是呢，这个钱我最后是要来批流失的。就讲话，拢是讲嘛是真理啦。总是有着讲，这个圣经要翻译，真做太不好，嘛讲不要紧，偌大的款的困难，款的信仰的冲突，伊拢会当接受。所以就开始来着手啊翻译圣经，必须由圣经开始翻。我咧翻译的过程的中间无是安那顺利，因为这个泰国会修，伊的想法甲圣经光辉，在翻译的教授，有当时意见袂合的时候，这个会修会丢呢。我甲恁翻啊，我就要退出来。是干那安尼，这个社会上嘛有真济这个外面泰国外面的对伊压力，讲安尼一个会秀人，是咱去共翻译这个基督教圣经。到有一天，因这个教会生翻译到路加福音第13章的时，伊讲耶稣互人受定是你必定所讲的话。伊到遐伊说大段了，突然间哭出来，主啊，我是一个罪人，请你赦免我。从此以后，这个大会受感动，有认真、透早透暝，就是伊认真咧传福音咧，咧翻译圣经。圣经讲话，这个教授嘛，感觉非常的感动。后来呢，因为这个压力真实在是非常的大，伊嘛受攻击。然后伊就讲安尼，我不爱做这个所谓大会秀，我这个国身吼，国家的这个身吼，这位我要甲伊提标，然后伊嘛到伊吼，专心啊翻译到这本圣经但是，到完成了后，圣经讲我要甲伊号名，你知影讲咱的圣经有足济嘛，现在中文还是学校本大，吼，现在中文这物学校本的修订版足济。这本圣经是要咱来学名的，要来做回想版的圣经。这本圣经从此就转做泰国都市最主要的圣经版本。因为安尼做有真侪泰国人会当透过圣经来听着上帝话，来尽咱旨意。所以来讲，这个文字伊相当历史的传导性，所以就是安尼。圣经当然是一个文字的传导要紧的一个主要。另外讲是讲，文字传导有一个普遍性甲多元性。文字传导的一个普遍性是啥物？咱知讲除了圣经以外，还有真侪属灵的册啦，包括咱所读的编辑的文章、报纸、杂志、福音单张，还是讲福音书讲这个宣传单等等。你若是用文字去记载真理的，咱拢会当来讲，伊是一个传播因的媒介，所以伊是普遍性的。我
来，伊有按怎学拢讲，伊怎样学咧，因伊的即个基础即个发音，到会知影伊即个家庭的情形，就真正足关心。伊伫即个教会关心的中间，伊去感受耶稣的热情。其实，你当伊信息，伊信息我都接纳。就是这个囝，甲伊本身，因拢足有感受的上帝，甚至即个姊妹将伊的感受传互伊的姊妹，伊的彰化所在。所以，因有逐工拢用解，也要办即个所谓定情的文章，也是信仰的这个文章。所以，阮看到伊的普遍性，伊嘛无受迄个空间限制、时间的限制。因为老是讲，阮伊看到的普遍性甲多元性，伊迄个永久性是啥物？伊无受时间甲空间的限制。咱知影讲讲到啥会过去，录音大卖有法度永远来保存。过去咱讲用 VHS， 然后咱用啥物？即个VCD， CD， 这种啊，种是呢，咱讲咱所见一个文章，咱所讲到即款的信息，来当用文字改写落来，咱就当保存，真侪人来。所以伊是无受时间甲空间的限制，伊嘛当深入每一个社会，也是每一个家庭，是每一个个人的重担使用。第三，我老是讲。文字伊迄个普遍性甲多元性，伊当成就丰富即个属灵的善，自善好。你拄讲册房内底有足侪册，这个册拢有相当丰富信仰的内涵，是讲属灵的自善。咱透过读这个属灵的册，会当增加咱的信心，会当学习要安怎样较捌真理，是讲这个属灵的伟大人物的故事。这个咱行这条信仰的路是，咱真正对应合的。咱讲圣经内底旧约作者摩西内面先知顾用的人，也是信仰这个顾用的人路工以及拢是圣经作者。伊甚至领受一义，耶稣基督教世中间亲自体会耶稣基督所讲的。请做伊的事望，去关网站。保罗的书信嘛，请做基督教会真重要信仰的内涵。保罗是是伟大的布道家，一个使徒人名，伊更加是伟大的文字工作者。咱知讲使徒四经足侪书信，绝对保罗不弃。所以文字真侪会当咱讲当中足侪丰富。自善，这个世代内底，咱知影讲，这个出版品足侪啦。咱当时讲有咱好像用，当要足侪出版的册来读。我是讲有一本好像高等家村落教堂村落本册是作者腰部。伊写这本册是亲自去到天主教，也是基督教的教会，在讲农村的教会，以及他去研究这个教会是什么款的情形，总是传到这去是，透过这个社会关怀，这个教会，安尼一辈子建起来。所以迄本册差不多有26间教会啦。我到位做这个社区关怀时间。所以，阮有这个志工，我就有志工聚会，志工是干那付出，一定嘛爱有，互你帮助你，你服侍中间，互你信仰加加添即款的机会，所以就来读这本册。逐礼拜就是一个教会的历史，安怎样透过传到遮去，连教会都目的，读了心足哇啦！台湾是讲，有时咱是不是会当来去？嘛，找所写这个教会，讲我
钱嘛有想过来赚钱。然后一处就是讲，我要来这个宜兰遐有一个韩星教会，迄是太阳中会一个牧师，就是我讲大家去足欢喜的。一方面就是讲，咱透过文字，而且记载的这物件，咱到实地去参观去了解，这个牧师他要做这个小故事，咱的是，然后伊甲因的青年讲恁拢转来，去外口读册了拢转来，因为我到外口流动啊，咱这个社区，咱这个部落是需要因的参与。我感觉是非常有意思啊！伊敢若毋是咧写圣经的，伊教过是教会，这个教会怎样咱讲起死回生这款的经验。亲戚人这个网站，然后读这本书人，因真意爱去参观。你去参观的中间，一直一段这款的，咱讲这个服侍的中间，所以文字的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大。为啥你讲我是要按怎样来参与文字的编造的？我有我文字算法，我对不对？我要来参与。最简单的，我想的是讲，咱就买圣经，还是买一寡上面的册，送互在较无钱的地方。你想讲，你较有足侪微信的朋友，你的同事，还是你的亲情，你的厝边，咱就常常传互伊。从我用嘴讲，咱就有送一本上面的册，印一个册，还是圣经，给咱回来的圣经，咱就是参与文字的编造啊。即卖就是讲，这是一个偌细的世界，咱无限制时间，咱会当做就是尽量来传福音。迄个时若到，真正咱就无问题啊。趁着牌子，搁一时时，咱就搁爱去做工。第二个，咱会当来发这个福音大张啦，我可能较少但是若有，咱嘛是当来发啊。一个故事安尼讲一个牧师讲伊11岁细囝，伊若逐礼拜一个因故事，这个做老爸牧师就带囝讲咱来发这个福音大张。有一天的落雨落到真大，嘛真寒的但是这个囝安尼单纯的，就衫穿好势，讲爸爸时间到啊，咱就来去。爸爸讲今仔日足寒呢，搁落雨呢，你敢要去啊？囝讲袂啊，安尼就是逐日平常安尼咧做嘛。爸爸讲我今仔日真野生，无想要去。我讲爸爸无，我甲你拜托，你互我我家己来分啦。这个爸爸讲好，安尼就爱小心，就真欢喜。这个福音大张，伊啊哪分，所有2点钟有的时间。伊哪本是呢？讲迄个雨水呢，安尼透过这个雨衫湿，这个伊内面的衫蛮难，好伊真欢喜。有到最后一张大张的是，伊徛伫遐讲，安尼我会当去把最后一张大张学啥物人啊？伊较淡定的落雨退街路的人，咱我哋一直看啦，迄个时阵拢有。就是亲自一张福音大张，我就是咧甲送出去。我看讲，伊徛伫遐，迄个路的对面都是栋厝啦。讲无我就来啊，一张大张来送栋厝。就行过伫遐按门，市甜甜啊，市了就是讲我等一下，迄个就人来开。但是时也无，我就是迄个市，伊拢总市三个。要，我无讲我搁市最后一个，但无啦，就开始拍，想是毋是咧玩，遐拍，迄个咧，我最后是，迄个是第5遍，我去等一下，然后我来。就恁是第5遍的是，了后，有人有一个老妇人出来，讲小朋友，你爱我为你做啥物？这个小朋友讲，无啦，我一张大张要送你，听说足听伊。不忙，会当叫一个第一大张来迄个人，伊人就足欢喜转去，语言
已经无完事。第二这礼拜是牧师讲着说，讲今仔日刚好人去做见证，后壁迄个老妇人啊，用举手啊，伊讲我要来讲我话，你来洗多少？礼拜，迄个时候，饲个迄个时阵，我伫我的厝的顶悬，我伫遐吼，我已经徛伫遐顶，我锁啊嘛上好势。其实我若吼，即个脚若伫遐踢咧，安尼我就到死亡。为虾米呢？因为我的先生我过世无偌久，我感觉无啥物意外。可是迄天的落雨。我感觉心情愈来感觉愈惨切啦。我感觉无迄个活落去，迄个勇气，写诗要来表达。我就听到迄个字的声，我想从来就无人甲我字。安尼字了可能我等一下，若无迄个人语就离开。问题第二声，搁第三声，第四声的时，有人弄我，我想讲你头是啥代志？我就落来，我就去开一个囡仔，伊摕法律大典互我讲，耶稣，我嘛是用法律大典当帮助你，我就甲读，读了呢，我就去咧把迄个说啊收啊好，也来来原来我无需要讲，但是我就是照着即个大张警官的地址发来。因为我看到迄个囡仔的面哪虚晒，然后我看到迄个单张内底，我看到数字，即晚，这是一个在讲一份福音单张所带来，一个人伊生命让即个困难的中间，咱会当。就是款的福音单张，咱咧本的是努力，第三个咱为什么来参考伫阮的传道呢？即马即个世代咱知影哪里啦？把即个见证的文章啦，我含即个福音即个见证的文章，也是灵修的资料，咱咱知影你是一个传道师，我相信。在座咱一定足侪人透早开着一个咱什么灵修的资料互你朋友，有安尼啦，耶稣我看卖，勇敢呀，勇敢！安尼咱是咱年代拢是迄个笑话，也是迄个真足重要的即个行为，迄个武汉疫情，也是即个中国即卖的水患。即卖，咱若有人，咱互伊定一个文章，了袂歹，请伊转发出去。你身躯边一定有足侪朋友需要这个文章。我说透早起来，咱迄个家己灵修了后，我就是无共款的人，带无共款的文章，像迄个活泼的细命，还就是带互一寡。角度去做，若迄个见证的文章，就互遮微信的朋友。你一工差不多你用真侪时间，你若暗时你过进前，来文章拢用好势，然后搁一条诗歌甲藏咧。透早家己研究了，你开始去哪是差不多10分钟，你就会当安尼样。你当偌济即个回想，像即个基督徒，伊若是看到。遮个文章的时，卖甲你回应，你感谢上帝，比我主动。所以咱做即款的代志是真简单啊，一个功夫尔，厝内转发出去。我相信你逐工一定得到无共款的灵修的资料，一定有，是无，叫人转发出去，这个是叫做语言是文字。是透过无共款的来讲，即个科技，伊绝对一个功夫来听，它还是什么人讲即个世代是啥？
毋捌摇花的财物要充满遍地啦，真正哦，真捌摇花的财物要充满。然后呢，佮亲像水充满的牛海共款，真济。所以咱若要有这个习惯，咱就来差不多伫这个文明团队里。咱有这个网络有一个做福音加油站，就采来写福音加油站，这是真正是咱要要记录。咱会当下载，然后咱就来做出来。再来，咱可能会当伫迄个期刊啦吼，上教会机构还是叫图书馆，咱若上新书架就提到福州高中图书馆嘛是安做啦。啊是，你是讲，咱的教会一定就花该将伊的即款，或者医疗的即款嘛是期刊啊。同款的道理就是，本网有足侪人足侪管道，有真侪人来伫咱读书。当然，咱会当创啥？咱家己写见证的文章啦，写咱的生命故事啦，也是会当借着这个来还是咱通过去达到。起码咱有偌济见证咱的成就，咱毋通暗道安尼。咱家己也感谢主啊！啊，所以咱伫咱的团体遐活动啊，你着来写出来。你生命见证，你生命故事，会当加入传福音的一环。咱着勇敢的来写，而咱感觉歹势讲家己生命故事时，感觉讲安尼真有意思，对啦。真侪人是透过迄个生命故事的分享，有人去着帮助。我会是一个信主无偌久，我讲家己啊，你甲我讲你信主差不多半年，我讲你有啥物法无共款感受？我牧师，你是最大管理家。我就去到干那咧报道时，你知影你去干那报道，咱一定爱提出见证。我知我到去干那报道做见证，我是第四代。哇！你虽然说你着双领受即款的恩典，遐家家内面遐大哥大姐，因无法度，因都有即款的经验啊。读到讲即个兄弟，即多细个有偌过的兄弟，特别就是讲，我请你去做见证，伊拢一口就答应。啊，伊做啥物见证？讲我是一个手工英雄，我逐暗会当用4当义务，我爱去介绍。我是一个理解观念一概论，是个我信仰所了后，我会价值观改变，我开始来改。就是讲即款的生命故事，这个生命故事里，家家内面的大哥大姐是共款的频率的。我去讲无效，讲。这生命故事里，讲得真水。生命故事是讲你安怎你破碎的生命，你拄着耶稣基督了后，慢慢去家己和家己修复的关系，和你家庭去修复的关系的见证。咱社会有偌济无信主的人，才是需要即款的见证。你特别去着特别听伊讲，伊特别拢真勇敢来带，所以阮特别着听无共款的故事。这个人无共款。破碎关系中间，然后安怎去超越这个信仰，来帮助伊，伊当伫信仰内底重新建立意识。咱来想咱的见证，咱会当来圣经，还是读这上面的时候，咱的教会听，且咱的教会，有法度去看圣经，用目睭的翻译来讲，过去是该用介济翻译，咱就人讲，这嘛是一种文明传道啦。所以我讲是讲啊，咱奉献金钱文明传道，第二就是总会所谓文明传道的目的。我受派来到这个所在，我
就是咧讲文理团队的要紧性，咱毋是干那因做，咱会当参与啦。伊只是无时间啊，讲咱的法的限制，咱目前咱会当来做，咱会当用咱的金钱来奉献来支持这个国家。咱逐礼拜是需要教会公布，也是这个咱讲这个培训状态，讲实在是支持我其实拢有意的，你也讲用啥？逐家来支持这个时间，出版这个母语是咱讲读圣经的。无至少咱会当吼，咱若无这个福音加油站，咱会当来传这个母语是咱讲读圣经。我一个朋友，当时啊，我袂记钱，就甲我讲今天没有收到，今仔日过去就咱讲读圣经。前几天我讲，今仔日太拍袂开，就电话无响，我叫电话去接手就甲传一电话，便利电话，电话，我就拍伊。因为伊若即个习惯性去上的是伊嘛，像你的朋友嘛，假如习惯性来读，伊若无上的是麻烦热的，到尾是发生什么？所以，阮艺术家包括啥，会讲咱做题，会当互咱做参考里面出版的资料，出版真侪侪，拢是咱知影讲，迄种需要经济相对继续加落去。即个咱讲，这个世界关卡还有经济足够的稳定，因为咧，包括啥，每年到的经济必须要是6,000。感谢上山教会，我相信过去咱的上山教会的确嘛有过啥吼。我今仔日我来，我一定爱先处理，我即只心辛苦了，安心啊！你今仔日你的那个啊，吼，你的钱包内底若有蓝色的东西，我请你就慷慨来奉献，有即个机构，一直按这个时间，咱来个参与。咱若是多无呢，袂要紧，吼。这伊关系的一定嘛会使，吼，若无，今仔就真冲无出门吼，就干去红色的嘛无要紧。我袂去找钱包内迄个coin吼，银角嘛无要紧啊。讲毋是讲吼，今仔日我大胆开喙，实在是要从上帝稳定，搁较大吼，互恁记啊。是人讲吼，这个君得乐意的吼，高兴的吼，然后我这个时阵我伫奉用咱已经上的信心。即个我甲你讲，我今年的奉献，项都有，哪会减2000，哪会减迄个较无奉献，我是去创啥？规年度拢无够分享，我真歹势。咱也是上帝有点较济，较无够分享。我就讲我安尼，我今年开始，我要我一个月2500块当。今年的上帝互我偌济？100块，你互意外真济。我毋是为着要甲上帝特别100块，我来奉献你，迄是你想会想对。心内即款的感动。有一年，这个教福利台吼，手控8年，阮是本人讲爱去有着这个营有募款，讲去募款的是这个红面茶啊，你袂使空空的，你着爱客气，来心爱红。我讲分配到5天到回去，我就真正去。这个红面2000。4000吼，有分完这种产业。今年上帝互我偌济呢？我毋是为着要讨上帝的这个
嘛，咱迄个利益嘛，红破声，因为树干继续种植，继续袂办咱，互咱透过对文理树干的要义性，甲我转来成文理树干的即个安德，咱让继续来支持这个红破声种植，遇上嘅确实来讲，咱啊，对。不管我哋嘅面前，怎样圣经记载嘅真理，圣经是文理传道嘅真要紧物件。我嘛知影透过属灵嘅册，它是现代科技即个歹对印证文章、营收资料，伫遐咧转传中间。圣经上的利真理，就嘛安尼传出去，好真济人一定放在。要说要讲到你这个时阵，伫阮的中间，唤起阮对文理事工、文理传道的关心，唤起阮本身，让真做一个文理传道的人。对上帝也是属灵，我无迄个习惯将属灵的文章啊，互阮的朋友，咱今仔日了后，互阮勇敢壮大，我会当将足侪电子的文章、属灵的资料、灵修的资料，来互阮的异性朋友，也是阮的孩子外，彼此诚做讲。是人，我讲到你这个时阵，就阮会当面通讲，阮真正甘心乐奉献来支持啊！阮共同来参与上帝国的启造、上帝国的拓展，这个时间的中间，来互你欢喜，来感谢众人所愿，阿门。咱平时分开主播来读咱的经文。
消息报告，请来看全国230个国家。我们的部分啊，应该请总结来进行，有关部位甲澳洲、新加坡请来进行。第三点，今仔日是总会所定文字安都方面主任，会派曾秀珍牧师前来监督请安，多谢曾牧师听说关心方面。第四点，今仔下晡12点半要举行中级读书小组，请各位参加。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一下。可能过去咱4天咱会到会伫遮，刚好有影有举行咱儿童的夏令营，即是咱有制作一段的本地影片，咱嘛当做伙家庭姊妹做伙来分享。互咱安尼距离差不多11年的时间，咱无办儿童的营会。世上有许多人需要帮助，耶稣说要彼此相爱，将爱散播到世上各角落，在微小之处看见上帝的爱。大家一起来，爱心不分大小，只要
许多人需要帮助。耶稣说要彼此相爱，将爱散播到世上各角落，在微笑之处看见上帝的爱。大家一起来，爱心不分大小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都能成为天使。把我们双手敞开，尽全力帮助他们，在微笑之处看见上帝的爱。世上有许多人需要帮助，耶稣说要彼此相爱，将爱散播到世上各角落，在微笑之处看见上帝的爱。大家一起来，爱心不分大小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都能成为天使。把我们双手敞开，尽全力帮助他们，在微笑之处看见上帝的爱。世上有许多人需要帮助，耶稣说要彼此相爱，将爱散播到世上各角落，在微笑之处看见上帝的爱。大家一起来，爱心不分大小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都能成为天使。把我们双手敞开，尽全力帮助他们，在微笑之处看见上帝的爱。世上有许多人需要帮助，耶稣说要彼此相爱，将爱散播到世上。大家来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为着身躯欠咱的兄弟姊妹，无论你病医你处理疗养的，互咱恳求主会当来保守因带因。那么为着今仔日所听到福音传道事工的需要来祈祷，为着咱教会来祈祷，咱开嘴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，我教会伫过去的时间完成囡仔的营会，我感谢你的引带，互阮真平安，也互这囡仔甲老师伫遮做伙有真好的学习。我为着安尼营会献上阮的极大的感谢，恳求你保守看顾这囡仔会当继续伫教会有好的成长。
今仔日我也听见文艺传道的事工的重要性，我也恳求你感动所有兄弟会当做伙来参与。我也要为着阮教会兄弟姊妹的健康来祈祷，真个兄弟姊妹你负你的，主啊，恳求你来保守看顾因，互因会当得到主你的医治，来保守因厝内人会当对主者来领受亏难。主啊，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，来恳求主保守阮的教会兄弟姊妹，互阮无论是对囡仔、到年长的，阮每一位拢得到上帝你的看顾，互阮的教会也当真做宣扬事工的一个所在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一起来念信息392首。信心相通，甲恁正人伫地，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。阿门。